中的万族啊，恁着将荣耀、荣耀归乎耶和华，拢归乎耶和华，就将耶和华的名所着得的荣耀归乎伊。摕姜面来进入伊的义务，用伊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，全队要伫伊面前监督，咱诗三角用诗歌来侮辱咱的上帝。献上自己为活祭，是圣洁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主，这是我的手，主，这是我的心，我完全降服你，我全然献给你。主，牵紧我的手，主，连紧我的心，我无论何往，紧紧跟随你。主，这是我的手，主，这是我的手，主，这是我的心，我完全降服你，我全然献给你。主，连紧我的手，主，连紧我的心，我无论何往，必定跟随你。主，这是我的手，主，这是我的手，主，这是我的心，我完全降服你，我全然献给你。主，连紧我的手，主，连紧我的心，我无论何往，必定跟随你。看咱阿头，咱来三个地图。亲爱的弟兄上帝，阮感谢我你，因为你以无比的疼来吸引阮来到主你的面前，因你的温光滋养，享受你的同在。
愿你搁一摆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贝结真分，互阮手结心切会来了解你。阮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感谢你伫教会的宣道会中，搁一摆提起阮你听世间人的心肠。你像伫历史中推动了你拯救世间人的家，接着你听耶稣基督伫十字架的牺牲，成就了救恩，并且伫升天之前颁布了大使命，要阮去，互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主啊，阮愿意忠心伫你所委托阮的一件事工顶面，互阮对宣道有负担，看重宣教的事工，借着奉献金钱，借着阮的精力、时间，并实际的关心，甚至本身有法通加入宣教的行列，有份伫你伟大的普世宣教中，愿主加予能力，互阮有法通甲主你同行。主啊，阮也是感谢你带领阮教会中国圣业夏令会早日圆满的结束。愿你来保守这批青年人，因对你所得的恩惠，无论是蒙恩而救，灵命得到复兴，还是愿意为你来活，愿意听你侍奉你，甚至有的愿意全时间奉献，要互主你来使用。愿主你保守因伫主你的听过。阮也为了在座正向你慈悲来祈祷，主啊，你知影阮的情况，无论是对你得到恩惠、福气，还是面临身躯的欠安、生活的困难、事业工作顶面的挑战压力，还是其余的试炼，主啊，互阮愿用信心、仰望听候你。相信你总无放弃阮，你总无离弃阮，因为你会为阮扶庇，为阮开路，得望你恩典的光明。今仔日早起，阮相信主你国一摆要借着你的福灵，金黄传道所要传讲的信息对阮来讲话，使阮有来的耳来听。有较无的心领受，实实在在的应用伫阮的生命、阮的生活顶面，诚做你伫世上的见证人，荣耀你的名。听阮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是要来查读看咱今仔早起的经文。咱今仔早起经文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4章。咱要对第1节到第6节，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到第6节。约翰福音14章，恁心内毋通忧愁，恁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伫我爸的家内有真侪徛起的所在，若是无，我就早已经甲你讲咯。我去原是为恁有位所在，我若去为恁有必要所在，就立刻来接恁到我遐去。我伫遐，互恁也伫遐。我往倒落去，恁知影；迄条路恁也知影。多马对伊讲：主啊，我毋知影你往倒落去，怎样知影迄条路呢？所讲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无遮着我，无有人会到地遐去。圣经就读到遮，接落去来听几点的保护。在保护以前，咱咧环境规位，人客比外地来，或者今仔到咱三合状态，咱咧环境比大林、大桥、教会、竹云。竹云啊，竹子竹安
选基地。啊，今日来甲阮三个礼拜，但是请蔡有明牧师来祝福。请咱大家起立来领受主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听头，圣灵保佑所感动交通，合恁众人三基地，对今时直到永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，阿门。让咱继续来见证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咱们就是要出去，要来宣告，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，天下无别的名，咱嘛可用得救。咱只是咱目都传